向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尼加拉瓜宣布要甲咱台湾断交，承认中国。但外交部有证实，嘛表示会全面停止双边的合作，甲所有的援助计划，撤离大使馆的人员甲相关的技术人员。中美洲的国家尼加拉瓜共和国宣布要甲咱台湾断交。尼加拉瓜的外交部是表示，因承认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的代表。佮讲咱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会停止甲咱台湾的关系。咱外交部嘛发出声明，表示讲，为着要维护咱国家的主权甲尊严，咱台湾嘛决定对即马开始会停止甲尼加拉瓜的外交关系，嘛会全面停止双边的合作甲援助计划，嘛会撤离大使馆的人员甲技术人员。继续关心咱台湾的本土零确诊，即马破功啊！疫情指挥中心伫站9点外有公布讲，有一个伫中研院南港披萨实验室一个20通岁的女员工去获着 Delta 病毒。疫情指挥中心是怀疑讲，可能是伫实验室去获着的。目前有85个接触者爱隔离。这个女员工捌坐过捷运，捌去过一寡餐厅食饭。疫情指挥中心嘛有公布伊的行踪甲卡价。台湾5月家庭破功，指挥中心初到暗时临时加开记者会公布，中研院南港披萨实验室一名20多岁女员工确诊。中研院基因体研究中心一名20多岁女性168、162已经做过2剂莫德纳疫苗。11月中捌接触到病原体，11月2日出现咳嗽症状，11月7日发现皮肤，主动就医采检验出 PCR 阳性，目前依然在复检当中。这个个案最近无出入境记录，所以指挥中心高度怀疑是在工作场所被感染。工作的场域里面，毕竟它具有一个风险，那有接触过相关的病源。所以在目前我们是判定是本土的案例，匡列了85，要隔离的有85名。这名确诊者采检2摆 PCR 拢是阳性，第一摆CT台15，第二摆CT台23拢算低，不过伊10个朋友经过检测对病毒出现阴性。指挥中心也公布个案，公共场所活动数11月17到12月7日期间，行遍台北甲新北市，其中真侪摆坐台北捷运拍走，台北捷运南港东门北车古亭顶站，甲汐止万雄广场陶板屋，台北京站时尚广场大三元酒楼这餐厅办会。我们还是要特别再呼吁一下，基本上这足迹蛮复杂的相关的时间点或是有经过这地方并不是一个就是一定会染疫，但是自己要提高警觉。这个女员工捌家己做快筛，结果是阴性。个案所属的披萨实验室主要是执行高风险传染病原微生物研究，设备爱避免病原困外泄，研究人员也爱受训，清汤装备有严格 SOP， 是不是操作过程有漏沟？指挥中心要求中研院10天内提出检讨报告。病毒株基本上目前来判定在以它的变异点，当然我们还要做更进一步的检测。那目前是判定是 Delta。继35天又出现本土确诊，总统蔡文透过面册表示，已经密切掌握相关的状况，要求相关单位赶紧查明个案原因，也呼吁大家严格戒备，维持防疫习惯。行政长苏贞昌也指出，指挥中心会启动严格防疫措施，无任何研究人员愿意在实验的时阵染疫，民众应该好在守护国家战术，国际支持。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中研院实验室的人员去获着国内出现本土病例。实验室即马是随关起来先停用，披萨实验室甲伫规栋上班的人员拢停止上班，避免疫情传开。因应这摆本土确诊病例，指挥中心初步考虑相关接触者85人，安排伫集中检疫所隔离、各采检。另外，指挥中心要求披萨实验室即马开始封起停用。全栋楼的人员7日开始全面停班，居家隔离。我们也要求中央研究院10日内提出调查检讨报告。那本指挥中心也会派我们本来的生物安全专家调查小组前往该实验室进行调查。
中英院社发部新闻稿表示，已经伫初九暗时针对建体研究中心大楼全面清扫，7暂时开放室内公共活动场所、实体会议或者是活动停止，或者是用线顶举行。会开始检讨，马上检视披萨实验室生物安全的管理、执行甲操作状况。无出国甲接触史的实验室员工严肃较紧，好真侪人烦恼是毋是互疫情拖开。台北市联合病院中校院区也伫初九紧急设置PCR采检站，互接触者或者是中英院实验人员采检。同工做场域的其他的同仁，明天有400多位，我们可能明天要做精准疫调的采检。那采检的部分，采检的方式，我们现在正在沟通，因为他们可能不太适合再回到原工作场所。确诊者捌去过台北捷运，已经伫初九完成相关场所的清扫，各提悬场站甲列车的清扫频率。嘉乐福澄清，确诊者是伫甲嘉乐福西区分店同一楼层的套班学食饭，并无进入。不过嘉乐福西区分店也已经伫初九完成有风险清扫，按算伫初10恢复正常的营运。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为着要拼预防下的注射率，咱政府伫台北火车头有设注射站，效果袂歹。因为国内有21万ton Moderna预防下，12月21就特别到期，所以拍算即马嘛要伫桃园、台南、高雄的这个火车头拢设注射站，方便民众去注射，嘛消化预防下袂拍算去。另外，新正过年入境方案对后礼拜二14要开始实施，检疫有变严格。入境拢爱隔3天内体检阴性的证明。新冠疫苗继续来台，由台积电、永联基金会、慈济基金会共同捐赠第14批 BNT 疫苗，大约192万花剂，初九下昼来台，目前累计购货量大约是1239.79万剂。不过，有约平台注射率无悬，有未少无得来疫苗将要到期。根据指挥中心上新统计，初九到期约1000剂，12到期2.4万剂，21到期大约15万剂。为了提悬注射率，规划伫6都大型车站设注射站，加紧注射速度。台南、桃园其实也开了哈。高雄还在评估当中，那台中有去评估，他们因为场地比较不适合啊，所以他们在寻找附近的一个地点。中印上强调，将要到期的莫德纳疫苗应该会当伫12全部注完。目前除了加开车站、备场注射站，也加开夜诊、加速注疫苗。另外，春节返台检疫专案暂时上路。指挥中心公布，返台登机前需要准备3日内 PCR 定房证明等资料。所落来坐机前，爱伫48点钟内登入入境检疫系统完成线顶申报。机场报道爱出示已经完成启程的申报证明等。3天来 PCR 检测报告规定也变严格，原定的3个工作日改做3个日日。国际上其他国家甚至有一天当天的这个 PCR 的一个检验证明啊，这可进性在各国事实上都不是问题哦。另外，不少民众反映，陪病者爱出示3天内体检阴性证明，若讲因为有代志换人，新陪病者爱搁开5至7千自费 PCR 体检，造成病逝负担。对于敢是放宽自费家用快筛，还是调降 PCR 费用，指挥中心表示，相关费用已经调降过，会搁建议。PCR 的这个费用，目前其实在我们前一波已经有调降到这个大概自费是3500块左右哈。因应新变种病毒 Omicron。伫国际间继续扩散第3期疫苗，注的时间敢是缩短。指挥中心表示，只有英国缩短到3个月，台湾犹原比较国际做法，隔5至6个月。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北火车头注意防下的人是吵，因为随各位就当随注射，嘛有真侪4年的义工出来注射。根据统计，伫台北火车头注射的有6成拢是外劳较济。劳动部长柯明春伫昨下晡嘛有开巡视。并手骨出来注莫德纳疫苗，创伫社区中的4年义工总算等到第一剂新冠疫苗注射。我是逃跑的，所以没有那个健保卡。没有就是那个工作的时候，公司就很少没有加班的。虽然最近新地发生4年义工注疫苗强烈，不过台北车站也是出现真侪义工排队要注。进前团注疫苗会死的这1年看护，即马已经勇敢出来注射了。之前是不敢打疫苗，还是没有证可以打？不敢打，会死掉。因为有安全的，没有打不安全啊。我们很怕，
什么？怕我们会生病还是怎样啊？那现在你们台湾可以带我们大战，我们很谢谢你们了。排队排2点钟，黄色的记录卡总算底注完疫苗因啊。根据注射站各病院团队的汇报，初5至初8，台北车站已经9000多人注疫苗，其中6-7成拢是外国籍移工。劳动部长柯明春初9下晡时才表示，以合法移工来讲，第一剂疫苗注射率总算冲破8成，第2剂超过4成。高山上的那种失联移工，会不会觉得他们来这里不方便？担心他们那个不会，那个我们就有 NGO 我们有 NGO 的这个团体，你也可以，你可以去预约那我们大概一定的人数之后，我们就会安排我们的医疗人员去帮他们施打。画面转来新北市板桥车站地下1楼注射站，同款有移工来住，不过人数甲台北车站比起来差真济。在台北车站，那原本就有相关的我们需要的一个目标对象群的一个聚集，那当然来往比较多。卫福部长陈时中尾仔去板桥车站视察，虽然分流效果有限，不过口头感谢新北市政府甲阿东病院提供协助，并疫苗注射率会当继续提升。记者综合报道。在咱的关心天气，今日中继站水气有较高，东北部、大台北地区是多云，有局部地暂雨。做伙来看温度，今日各地气温大约是15度至19度，若只是高温会有14度至17度，早暗温差会较大。明仔载后日拜六礼拜天气拢较稳定，也毋过伫拜日暗就有微弱的锋面会通过，加上后壁阁有一波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会变天，会影响到后礼拜2。到时伫这方面的北部、东北部天气就会转凉，阁会落地渐雨。中南部的天气变化无啥大，拢是好天较济，毋过爱说日是暗时温差较大。12月18，四大公投要登票。民进党昨昏串联全台湾执政的7个县市首长，行向街头要选管公投。若国民党嘛有规划讲，伫这礼拜要甲秋斗一寡民间团体，招3万人行上街头，表达诉求。四大不同意，台湾更有力。四大公投进入最后阶段，民进党大动员为北到南执政7县市首长，带党籍立委市议员等党公职到街路去宣讲公投，东部专台大串联，全党一致站上路口，就是要向民众诉求，12月18号一定要出来投票，用选票来支持台湾，保护台湾，让台湾正确的路线可以走下去，也让台湾不要乱下去。民调还是陆陆续续的，不管是差距多还少，都陆陆续续接近中，这个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希望说，还是要跟民众解释清楚，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对国家的影响如何。国民党也无伫软，公布公投新味道句，健康第一件，坚持反对内地的立场。选举前上改变的礼拜12，会甲秋斗者的民间团体行上街头，为自由广场出发，最后甲民间团体伫凯道来会合。到公园路这边有个重点是，我们会开始跟所有参与秋斗的公民团体来做一个大会师的动作，一起加入人民的力量。那现场我们预计会超过2万人，甚至上看3万人或更多。到凯道这边的时候，公民团体他们会排出一个早教永存4个大字来给总统府里面的蔡英文总统看。现场呢，我们会发放这4款的贴纸，欢迎大家拿这些贴纸贴在自己的手臂，甚至带回去。四大公投剩9天，拿力把握最后的时机来宣讲，希望伫公投议题会当得到国人上大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那台中第2选区立委补选，国民党的候选人颜宽恒昨昏开记者会，强调行政院伫透讲第3天然气接收占卜起，一年就要烧500万吨的土炭，是咧恐吓人民。那民进党的候选人林正基是回应讲，为着台中的空气好，无爱烧土炭，颜宽恒就应该支持起天然气接收站才对。国民党台中第2选区立委补选候选人颜宽恒，找来大田良济林小姐控诉，厝内底人受到空污的危害。这是无形的杀手。那我本人也是在这1-2年发现我非常严重的过敏。林小姐讲，一家伙仔身体出状况，妈妈也得到气栓感，直接讲中火烧炭空污是原乡。颜宽恒认为，对手林正基甲行政院提出，若讲3接前期公投案通过，
北台湾将出现欠137亿度的电力，一年将增加500万吨的烧炭。这款的讲法是威胁台中海线的居民。不管三接公投有没有过，台中海线屯区的乡亲不接受这样子的说法，也不可能接受中火再增加500万吨的燃煤。要不过，民进党的候选人林正仪表示，三接的规划就是在上少的破坏之下，达到连环需求甲经济发展的平衡点。对于江宽雄指控蔡英文政府是恐吓选民，林正仪也提出反驳，佮呼吁江宽雄更加应该支持三接。请他支持三接的案子，不要同意三接迁移公投啊！三接迁移公投就是希望能够让北部负担他们应有用电能源的来源，让中部跟南部减少发电这边的负荷。我们还有一段时间要把中南部的发电往北送，那么如果这样要来增加台中的燃煤量还有发电负担，对台中的居民并不是一件好事。有民众表示，若讲三接迁移公投通过，北台湾的用电负担就会由中南部承担，一定会加重空污影响。支持三接才会当双赢。那了讲风电力空污问题再度变成中治选区补选的竞争者。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台北市的人口直头倒9，台北市的民政局是表示，按算伫每年5月份也是6月份，台北市的人口就会减到250万人以下。按照地方制度法，3个副市长甲3个副秘书长拢会减做2个，行政区卖取消副区长，编制会重新检讨。来关心自由时报，军营实业负责人杨文浩、王英之翁仔某用不实的文件向12间银行诈骗贷款470多亿，一审2个翁仔某共判26年甲28年。第二审的是高等法院拢减1年，杨文浩共判25年有期徒刑，并可罚金6亿。若王英之是共判17年，并可罚金6亿5千万。最高法院即马驳回上诉，专案确定。来关心中国时报，美国总统拜登邀请100亿个国家也是地区去参加民主峰会实性会议。拜登是呼吁参加的这国家要想办法改变民主衰退这款情形。拜登嘛讲到投票权的重要性，讲这是基本权利。来关心新北的永和大排水沟发现敢若有身躯的尸体，警方最早发现凶手是后生，理由是讲伊老爸会领地老母，伊看袂过。不过社会局是表示，拢毋捌接过这家伙仔家庭暴力的报案。另外，警方昨昏嘛已经有找到死者的头啊，凶手嘛已经获受押。涉嫌太老爸拼一位大排水沟的姓胡的嫌犯，今日被带回警局面对提问无回答。警方成立专案小组，动员100名警力调100支监视器，总算将嫌犯抓到，可透露破案的关键。有目击证人提供相关的情资，指证胡姓嫌犯在半夜的时候有在该处出现，那也有丢弃相关东西的动作。那经本分局抽丝剥茧比对影像，然后逐步的来锁定胡姓嫌犯。去世地点就伫新北永和的蛙油沟，警方继续讲，因为死者遗体发现的时阵，只剩身躯无头甲骹手，就伫找到下晡，离去世地点下边差不多1公里找到头，不过有关爱进一步检验 DNA 确认。警方会继续搜查，找出犯案工具甲证物。嫌犯向警方表示，不满爸爸对妈妈违纪不定，才下手犯案。即马新北社会局已经改一表解。对被害人的太太的部分，她有孝顺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后续会跟家属的部分一起共同来讨论，规划怎样对于被害人太太的照顾计划的部分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安排。新北社会局表示，过去无接到被害者太太相关家暴通报，警方初步调查，嫌犯是伫11月底探困中岛的时阵，将爸爸甲挟死，放伫厝尾顶过8天才分尸，到12月7决定放入行李箱拖去弃尸。详细犯案动机，依然要搁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的立委高嘉瑜去用拍这个案件，即马嘛表出讲，这个姓林的嫌犯可能有网军的身份。嫌犯昨昏是透过律师表示，伊要向高嘉瑜回息的。
另外，伊嘛阁逼讲高嘉瑜捌摕人400万，还阁一支落嚟手表。高嘉瑜是讲这指控是无影无迹，即嘛要阁加过一条黑白讲话。民进党立委高嘉瑜遭到交保案限定嫌犯，方其压警检查到头一摆透过律师发表道歉声明，表示家己是废人，愿意跪咧道歉，家己配回去高嘉瑜。高嘉瑜甲伊做伙是机器人上大的错误。另外一方面，却讲家己并不是恶人，只是自私扫精变法，无法度控制家己拍人，而且伊方也出测试见律师，讲高嘉瑜收400万加落嚟手表，高嘉瑜决定要请律师对伊提告。他在狱中应该要好好的反省。那如果说到现在还是谎话连篇的话，我想法律会让他付出代价。外界也关注交保案的进度，法务部长蔡清祥表示，无管任何人甲是网军，只要有违法事实，拢会依法侦查。对于少年嫌犯洪亚介过程，也对媒体放话，蔡清祥认为实在不应该，要求高检署查明事实真相。不要告诉我最后只有一个人被起诉，叫做林炳书，那就笑掉所有人的大牙，大家就知道剪掉也是民进党养。刑法不是万能的，不能什么事情都要靠。那现在就问你们该怎么做？很多有行政的措施，不是万能，但是现在造成影响。还有很多行政的措施可以迅速的处理啊，譬如在网络的管理啊，那有它的主管机关，它可以很迅速的处理。好，该怎么用行政的措施就不可能做到立刻下架。少年嫌犯黄启德疑似有网军身份，国民党立委认为检警应该调网军组织犯罪侦办，让交保案变成政府是网军的证据。行政院长苏贞昌亲自补贴。政府没有钱养网军，也不必养网军。政府的每一块钱预算都明明白白，还得经行政院立案后编列相关的这一些数据计划，还经立法院审议通过，才能执行。对台北市长郭文哲发起一人一批，爱行政院查网军。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表示，有收到郭文哲的批，不过无统计数量。网军行为若违法，该管的拢会管，不过网军若伫境外要剔查真困难。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6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528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7例，目前咱台湾加强16705例。中国的病例有99000多例，日本是超过172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50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2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嘛超过1000万例，法国是超过800万例。来关心缅甸的军方杀害百姓的暴行，即嘛是引起国际社会不满。缅甸军方最近伫西北部一个庄仔头杀害百姓，这个画面即嘛伫社群媒体顶头传开，联合国谴责这款行为，嘛表示会追究责任。村民等到现场，看到小甲乌毛毛遗体拢靠出来，各种影上传社群媒体。根据当地民众甲地方媒体报道，缅军伫西北部石阶省当到川甲民兵交战，为保持开全射击，对因放火，为人互火烧成要活咧，虽然无法度确认，这画面甲实际情形是毋是共款？啊，毋过这讲是去过现场的人所讲，甲媒体报道大部分是共款。Of 11 people. Credible reports indicate that 5 children were among those people killed. We strongly condemn such violence. Those individuals responsible for this heinous act must be held to account. 根据美联社所采访伫现场的人表示，星期早起11点，50个军人赛车入去到村仔内掠人，啊，毋过掠11人拢是老百姓，毋是民兵。If we do not find a way to ensure that they stop getting funding, that they stop being able to operate in this way, these crimes are going to continue. 缅甸军政府否认这所在有任何军队存在。另外，缅甸媒体引用其他证人的讲法表示，受害者是缅甸军成员。缅甸军政府1月7日大权以来，为大都市到农村拢有反抗运动。最近几个月，石阶省甲西北部地区对抗上激烈。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今日国际上，抑个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辉瑞 BNT 昨昏公布实验结果，显示出第3档预防射会当对
有效来对抗 Omicron 变种病毒。美国 FDA 即嘛批准扩大自辉瑞 BNT 第3档的年会降到16岁。世界女子职业网球协会因为骗税这个案件，宣布要暂停所有伫中国的比赛。根据路透社报道，国际网球总会嘛决定讲，自2022年每年未伫中国举办世界网球巡回赛。来关心由律师、人权专家团体组成的英国民间法庭，即马做出判决，讲中国对新疆要求控制生育、优化人口分裂维吾尔族人，中国犯下种族灭绝罪有成立。来关心最近台海局势有较紧张，美国嘛表态消停咱台湾。美国的国防部长是强调讲会支持咱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美国的印太事务助理部长嘛认为，加强咱台湾防卫能力是即马正要紧的代志甲任务。若咱驻美国的代表处敢无法度改做台湾代表处？国务院是表示讲，美国有咧评估。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航安全，立即回转脱离。中国军机一直绕台，逐天报道，初9早起佫破纪录3摆进入西南空域，被空军广播驱离。台海情势升悬，引起国际关注。美国国防部官员最近也公开表态力挺台湾，国防部长奥斯汀佫表示支持台湾自我防卫。We'll continue to provide support so Taiwan can defend itself. We don't want to see a change in the status quo, especially certainly a unilateral change in the status quo. 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伫听证会批评中国军事行动故意抢夺，增加误判风险，因为加强台湾防御甲自卫能力是一项迫切的任务，协助中国入侵才关键。Taiwan can send a clear signal that its society and armed forces are committed and prepared to defend Taiwan. Without question, bolstering Taiwan's self-defenses is an urgent task and an essential feature of deterrence. 对攻击行动，咱国防部回应家己国家家己守护，建军整备会妥善运行。美国不止国防上支持台湾，国务院亚太助卿康达也伫听证会上表示，继续透过外交管道甲盟友，讲到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又话驻美代表处是毋是改名做台湾代表处？康达也第一摆回应咧评估这个要求。相关的细节，其实按照台美的这个交往惯例，我们可能不便在这边对外做太多的说明，但是跟各位保证，外交部持续的在就这个案子来推动。外交部回应改名案继续甲美国沟通，无透露什么时阵会定案，暗过强调2021年因看到台美关系成果真好，美国官员真侪摆表态支持台湾，批评中国军事威胁，也证实美国对台承诺真坚定。记者综合报道。斯洛伐克访问团来咱台湾访问，有签署第1届两国下部会经济合作主相会议成果的宣言，也佫有9项合作的备忘录，双方未来会加强交流甲合作。斯洛伐克嘛明确支持咱台湾甲欧盟签双边的投资协定。台湾甲欧陆国家关系愈来愈好。伫立陶宛了后，斯洛伐克经济部处长格里克带访问团，初5到台湾了后，甲咱方进行头一届的跨部会经济合作主相会议，初9完成签署头一届会议的成果宣言，并签署完成9项合作备忘录，包含教育人才交流这领域，提升双边实质合作友伴关系。Beginning of the week, we've signed 9 MOUs, and they're very concrete areas of cooperation, and they focus on real opportunities for investment for Taiwanese companies to Slovakia, but also vice versa. 斯洛伐克各明确支持台湾甲欧盟协签双边投资协定。访问团俄罗即届访台收获丰富，希望双方会当持续强化经贸投资、关键产业这领域的合作，也强调即届交流为双方未来伫经贸这领域的合作建立良好机制。Taiwan is the second largest investor from Asia in Slovakia, and we really appreciate it. This is also the reason why we wanted to deepen our economic and business cooperation, and we focus our program on high-tech and innovation topics.
即届来访问双方就固定式深入交换意见，明年要依照成果宣言，伫斯洛伐克举行第2届跨部会经济合作咨询会议，持续深化双方的交流互动，提升两国的友伴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个人去恐吓代替，是有嫌犯协会架起局长陪审，讲袂使汽油公仔车去弄南部的滨高道，所以铁路警察唔敢代意，赶紧派人去家己以南107个滨高道固守。若阁有代替，嘛有一只机公号伫台南某一个无人看过的滨高道去弄着民众，毋过代替是表示讲，这单纯是意外，甲恐吓批无关系。高雄公山区成功路滨高道远景检查经过大型车，刹车车那个大车不会，看我们看有没有可疑，如果有可疑的话，我们拿下来。我主管有传啊，后传嘿，我来注意的。也阁有滨高道保全也真紧张，代替证实有人透过旅客咨询系统，也就是局长信箱写恐吓批，表示因为冤案要开载油料或者是沙石的大车去南部的滨高道弄列车，代替警察接到通报了后，除了家己以南107个滨高道加强戒备，其他所在也公布警戒。部分的都是因为情绪性的发言啦，其实不是真正的对大众有那种恐吓的意图，就是情绪性的发言。那不过因为有触犯法令，所以我们还是依照规定移送法办。代替最近前一摆接到透过电子邮件或者是局长信箱留的恐吓，到月底11月2日拢恐吓要放炸弹，11月30是威胁要炸加速管啊，为屏东火车头坐机公号上北攻击总统府。啊，不过警方表示，不管是电子邮件或者是留会，拢查会出来。不可取啊！有冤情的话，要自己就是要想办法去澄清，不能这样子害到一些无辜的人。巧合的是，接到恐吓批无偌久，代替一个机公号经过台南永康四维路滨高道，因为大档的未付，弄到82年厝的姓李查甫人当场死亡。啊，不过代替回应，这是路人侵入列车经过路线，甲恐吓案无关系。记者综合报道。2018年，代替普悠玛冰车造成18个人死亡。到尾，代替有向制造火车的日本公司要求赔偿，要讨6亿外。不过，台北地方法院审理了后，认为普悠玛列车伫2014年时就拢已经验收煞，这几年嘛拢无找到问题。啊，那代替家己嘛知影讲，驶出的迄班普悠玛火车的牌码是真正就有系统故障故乡，所以落尾是判代替败诉。2018年10月1日下晡，代替643之处普悠玛列车伫宜兰新马站冰车，造成18人死亡重大意外。代替认为一项主要上诉注释会社出厂的普悠玛列车有2个问题 ：ATP 无完全系统甲主风泵设计不良，提高各机上6.1亿。台北地方法院审理了后，认定所有问题甲事故无直接关系，这理由判代替败诉。没有连线或者是把 APP 系统关掉之后，那到底后续要怎么处理？台铁好像也没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作业守则，就算是真的有连线，它可能也没有办法去阻止事故的发生。法官认定，迄一天事故列车第1甲第8车主风泵就发生强制停止无正常状况，啊，过代替照常发车，通联记录当中调度员佮爱司机员都尽量走。法官书指出，代替无顾安全行车，代替选主张被告自有上诉出厂的普悠玛列车有 ATP 远端监视系统无连线，主风泵设计不良这状况违反合约行为。按法官认为，代替无举证加上普悠玛列车，伫2014年12月底完成验收，甲事故发生时间隔3年外，之间无发现功能无正常，认定甲事故无直接关系。事故是真济人为甲机器设备立即作用的结果，就算自有上诉依据连线 ATP 系统传输 ATP 做隔离的信息，也无法度主动代替几年来系统性失灵造成的事故损害。行政院的总体检报告跟运安会的事故的事实报告里面，对相关的一个论述也都有提到他们的车子有部分的瑕疵存在，是事故原因的一个因素之一嘛。我们还是要再看一下法院它的一个正式的判决书内容。
代替记者会议目前无正式收到法院判决书，不过过去行政甲运安会调查拢认定培养马列车有系统性问题，会内部检举甲律师研究是毋是继续上诉。记者综合报道。移民署通风专勤队甲警方伫一间 KTV 抓到13个越南移工做伙咧食毒，将全部拢带转去警察局验尿，依法侦办。别动！趴下！别动！不要动！不要动！门甲拍破入去临检，移工无穿衫就紧宣。移民署通缉专勤队进前接到检举，通风区某一个 KTV 专门做移工的生意，佮违法提供毒品互因食。现场查扣毒品咖啡包5包，也有用过的鹿仔4个，K 粉1支，K 盘3个。凯他命0.4公克，也有毒品粉啊1公克等犯罪证物。一条线两地反应哦，一条线是毒品哦。吸到一半，应该是吸到一半。专案小组调查发现 ，KTV 虽然大门锁掉的，看起来敢若停业，其实是假做休业，伫咧闪警方的查缉。虽上门禁真严，阁有真侪台监视器伫监控，除了必须由共乡的牵线医药出入，也拢有专人专车接送，再驶入去消费。当场查获13名越南籍人士开毒趴，现场并扣得毒品咖啡包、凯他命等犯罪证物。经初步快筛，均有3级毒品反应。专案当场查到13个越南籍人士开毒趴，除了全部带回分局验尿以外，阁一个比对身份确认，大部分拢是合法的移工。另外有一个毒品案通缉犯已经解送台北地检署归案，也阁有一个失联的移工，暂时收容伫专勤队临时收容所。专案以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的方向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时间过得真紧，已经年底啊！当年年底，咱台湾会选出年度的代表日，这个活动嘛已经办14天，经过27天的选民众的投票，伫2021年今年的代表日是选出来体，即是主体体。有民众就认为讲，因为疫情的期间，这日代表拢爱关伫厝内，无法度拍走。我推荐的代表字是宅等，安定的定，安静的静。台湾2021代表日是倒一日嘞？卫福部长陈时中提议合作的合，通市长郑文灿甲作家王文华等四个名人提议触题题。柔道男神杨永伟感觉是勇敢的勇，棒球选手罗冠勋感觉是力。今年所有的台湾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的表现非常亮眼，立足台湾，然后在世界发光发热，然后我们台湾防疫的非常好。每一个人认同的代表字无同，不过今年持续受到疫情的影响，尤其是5月中进入3级警戒，倒也拢袂使去。伫厝的工作了后，本土疫情转好，国际又过来 Omicron， 由名人提名的36个候选人，领这次伫票选的时阵，得到8402票的最高票。请启动公布台湾2021年度代表字才是。去年在家里面，今年也必须还是得在家里面，对吧？那期待说可以赶快结束啊！希望说，这是一个回顾，但是也希望说对明年的一个期盼，希望说能够改变这样子的一个字，希望明年可以应该说更好。出题提到台湾2021代表日，罗冠勋心情真复杂，因为疫情行动受到限制，不过也甲厝的人斗阵的时间有较久，所以有好有歹。领2019代表日是乱，2020控是疫情的疫，连3年这个代表日拢互人较侪负面的感受。展望2022，希望疫情受到控制，大家唔免搁关伫厝体，会当出去行行看这个世界。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保护林地，咱台湾过去要有30天禁止草茶，这嘛互林业的人才甲技术对咧流失。2017年林业重新开放了后，即嘛有袂少少年家投入，嘛透过设计救我大家甲林业的距离。明仔暗7点半，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网节目，甲乡亲咱做伙来了解咱国产木材的水。过去30年，政府禁止使用天然树材木材。长期以来，毋但是树桩无受到好的照顾，台湾农业的人才技术嘛对咧流失。旁边一刀，左右各一刀，然后再从最后面切到底。砍树留下来的伤口啊，然后不小心被树砸到，被链锯锯到。非常危险，现在年轻人
都不愿意来做这个行业，然后我们是老人班，就是在空闲的时候出来做这个工作。对2017年开始，林务局宣布台湾农业重新出发，希望对消费市场来带动农业的活力。有一点少年家对8年前就开始在打拼，用相时啊来做梦想的起点，用吉米路做球杯，嘛用设计家具和外国工艺边徛边起。香樟认为是一个很棒的固碳植物，因为它1公顷可以吸收80吨的二氧化碳，全世界来说几乎可以说是第1名。我们用它不只是因为它是国产材啦，是因为它真的很棒。相时啊，主要生伫海拔100公尺至600公尺的所在，是路边定看到的树桩，嘛，互人抓准是无价值的台湾茶。不过，伊的材质较润，花草丰富，嘛是国际市场真受欢迎的茶。毕竟伊需要成长的时间足久长的啊，所以讲咱想讲制作的时阵，就要甲物件做水、做完整。制作的时阵，就要互伊有这个想法，讲伊会当用甲足久长的。一袋茶就是一个梦，一工一工练功夫。伫这个过程内底，因是比上拢较了解相时啊的水甲优势，嘛认为台湾人应该爱有自信，袂输人。记者卢尚如、林建如、新德县报道。镜头来个挂，必例行根据圣经的记录，这是耶稣出世所在。当地亚旦大教堂嘛是观光胜地，这个教堂已经有500多年无经过整修，即马经过8天已经整修完成啊，打算要重新对外开放。这个洞正话阁正假，传讲就是2000多年前耶稣出世的所在。来朝圣的基督徒，也有世界各国的游客，唔若爱排队，日期时阵也阁用白。这座耶稣大教堂，上早伫公元333年，由罗马帝国第1位改信天主教的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在位的时阵开始起，对教堂内面甲外口的条啊，就当看做是罗马式建筑的风格。君士坦丁大帝了差不多200年的时间期间，耶稣大教堂经历过建毁甲复建，总算伫咧16世纪前半的拜占庭帝国时期完工。500多年的风雨、建毁加朝圣者烧蜡烛的烟，教堂的壁画、马赛克装饰加结构拢受破坏。أثرت على الستركشر، أثرت على الفسيفساء، أثرت على الفريسكو، على الأرضيات، على كثير من الشغلات. هذه العوامل الجوية 100多年来，较小型的整修拢是个人做个人的。就算是2012年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做世界遗产，也只是互伊观光的名声更较响啊尔。一直到2013年，巴勒斯坦出身的企业家沙伊德库里出来整合。And the mosaics, especially, they came back to life, and the frescoes and the columns are really beautiful now. So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church leaves to the visitor is 100% a different one from before. 虽然是耶稣出世的所在，但过伫约旦河西岸的玻璃巷，也是无法度避免真侪以巴冲突的现场。行过看袂到进步的历史温源，也个这么扫过全世界疫情。玻璃巷的居民这么上希望的，就是自2021年的圣诞节开始，规个城市加大教堂会当慢慢恢复正常。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现代人咧拼粪扫，拢是靠粪扫车较济。毋过伫土耳其有一个古城，这个所在路是搁下搁弯，毋是楼梯就是巷仔，粪扫车根本就驶袂入去。几啊百年来，拢是靠泥仔排粪扫。因是甲清洁人员斗阵，逐工拢爱上班8点钟。毋过收工了后，这泥仔有专门的兽医咧照顾。暗时要困之前，搁会放古典音乐互因听。逐工透早，每一只炉拢配一位人类的清洁工要开始工作，引起家己的管区维护社区的清洁。涂骹扫起来土粪粪扫，就装伫咧炉脚边的地仔内，搁着炉伫即个石头的楼梯爬起爬落。一个人一只炉互相合作，配合甲正密。伫咧土耳其南部即个古城马尔丁，拢是靠即个炉伫咧收运粪扫。Ama yüzyıllardır bu iş merkeplerle yürüyor. Dar sokaklarda veya da merdivenli araçlarla biz bu işi çözemediğimiz için daha evvelkiler de aynı merkeplerle biz de merkeplerle devam ettiriyoruz.
马尔丁市古城区是靠山，会当看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市府这支特别的女仔清洁队总共有40多只，每一只拢根据伊的外形甲特征改号名。逐工自透早6点做到11点，中休困3点钟了，搁自下昼2点做到6点，8点钟的劳动换一天的温饱。最近大家正注重动物保护意识，有人主张废除用驴仔在粪扫。市府强调，因有请兽医，还有专人甲因照顾，食甲真好，甚至还会放音乐给因听。Zaten biz burada müzik sistemi kurmuşuz. Yani akşamları 1-2 saat müzik sistemi var içeride. Klasik müzik, ondan sonra Türk halk müziği, bazı müzik türleri var. En çok hangi müziği seviyorsun? Beethoven. 这款驴差不多6岁开始加入清洁队，一直做到14、15岁退休。有正式的退休典礼，还有规大半的时过甲因交代。退休了，住伫咧动物之家。马尔丁的历史会当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伫咧20世纪初，当地人用驴载茶甲煤炭灰，即马无烧茶就改运粪扫。旧城区6万的居民，逐工拢制作10万吨的粪扫，一场进前8引进小型的机具来载，然而效果无好。伊相信这款炉是维持古城美观清洁的必要工具，而且环保阁无污染。公司新闻施惠中报道。避免气候反常，就要减少全球暖化。俄罗斯总统普丁是捌讲过，俄罗斯伫未来30年要拍拼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啊，那伫俄罗斯的库页岛，因的目标搁较早，是打算伫2025年，也就是4年后，因就要达成碳中和的目标。俄罗斯人叫做萨哈林岛的库页岛，烟花有正大片的海草。科学家认为，这款35亿年前就存在水生生物，会当帮助减少大气内面的温室气体，就敢若是陆地上的树仔同款。海草经过光合作用，自空气吸收二氧化碳，排出氧气。Почему бы России не пойти по этому пути и не доказать всему мировому сообществу, что мы тоже можем помочь смягчить изменение климата, мы тоже можем в этом поучаствовать. 萨哈林生态养殖发展部门的主任讲，库页岛有希望伫咧2025年进前达到碳中和的目标，也就是碳排放量加减排量正好拍平。最主要是因为境内有大片的森林，有捕猎碳的能力。为着要减少污染，库页岛的发电厂也慢慢由烧煤发电转型成做天然气发电。因为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存在伫咧大气内面的时间差不多是12吨，也若二氧化碳是停几落百吨。库页岛也全力伫咧发展绿色交通，对日本进口电动车。Сказать, что да, это значимый вклад, когда мы поймем, там, что хотя бы процент вот электромобилей, да, в общем парке хотя бы 10, 15, 20% достигнет, вот это уже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да, это значительный вклад, это и общий как бы шум в городе от машин, и, безусловно, отсутствие выхлопов. 俄罗斯是全世界上大的石油加天然气出口国之一。总统普京几面强调，会遵守巴黎协定所规定的减排义务。不过伊也讲，袂当以牺牲过度依靠石化燃料出口的俄罗斯的经济做代价，要怎做到净零排放，如果袂伤害经济，考验伊的智慧。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仔日伫东半部甲大台北地区是多云，有局部地暂雨。那明仔载甲后日拜六礼拜天气会较稳定，乡亲会当把握。也毋过到礼拜日暗时就有微弱的锋面会通过，加上后壁佫有一波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会变天。东北季风会影响到后礼拜2，到时伫遮方面的北部、东北部天气就会转凉，而且会落地暂雨。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温度上低16度，上悬20度；中部温度上低15度，上悬26度；南部温度上低15度，上悬27度；东部温度上低18度，上悬24度。外岛的温度是14度至23度。做伙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